曾经与钢铁侠并肩作战的罗德上校，不知是什么原因竟变成了斯克鲁人，并且还做了变性手术。那他究竟又是在什么时间被调包的呢？故事的开始，由于一系列的国际恐怖事件，罗斯探员赶往了俄罗斯的聚集点。早已等候多时的普雷斯探员察觉出近期发生的5起案子另有蹊跷。虽然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但却是同一伙人别有用心的策划。准确的来说，对方都不是人。他怀疑如今的斯克鲁人已经远不止当年刚踏入地球时的那区几百人了。更可怕的是，他们可以复刻人类的外貌和能力，隐藏在你我的生活中，不被世人察觉。说到这里，不知是什么原因，普雷斯突然开始袭击罗斯探员，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反倒被对方所杀。离开时，罗斯发现有人在跟踪自己，便向搭档希尔寻求最佳的逃离路线，可还是被迫逼上了楼顶。紧接着，希尔特工赶来，第一反应就是控制住跟踪者，没想到对方竟是斯克鲁人的首领塔罗斯。就在他疑惑时，死去的罗斯探员也撕下了伪装。此时，希尔才知道搭档也是斯克鲁人。既然都是斯克鲁人，又为什么要击杀同类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希尔便马上通知尼克弗瑞从外太空回来。而事态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多年来，斯克鲁人为了维护地球的和平，私下替尼克做了很多事。作为交换，尼克答应替他们开辟新的家园。但在复联4中，钢铁侠的死令尼克离开了地球，所谓的承诺也就迟迟没有兑现。没办法，斯克鲁人只能靠着伪装苟活，躲在俄罗斯西南方312公里的废弃核电站。时间一长，塔罗斯的威信全无，取而代之的是年轻一辈的格拉维克。他准备利用脏弹挑起美俄之间的矛盾，从而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人类，趁机占领地球。与此同时，罗德向美国总统打小报告，称尼克弗瑞擅离职守，脱离了天剑局。总统当即下令让尼克返回太空。看来不怕虎狼对面走，只怕人前两面刀。为了获取更多的情报，尼克离开了公寓。走在街上，他发现陌生的路人都面露杀气，就连原本嬉笑打闹的小女孩也不对劲。紧接着，他就被绑上汽车。原来抓他的人是军情6处的索尼娅，他是奉总统的命令劝尼克回去的。两只老狐狸见面都不直奔主题，而是装作不知情的互相试探着对方。尼克趁机安装了微型摄像头，之后得知政府中的高层很多都被斯克鲁人渗透替换了。另外就是格拉维克目前还没拿到脏弹，如今这东西还在前车臣叛军瓦西利的手中，不敢耽搁片刻。他们解决了军情6处负责盯梢的特工，拜访了瓦西利在市中心的画廊。这也意味着尼克与索尼娅撕破脸。殊不知加雅早已经买走了脏弹，撤离时他正好被希尔特工发现。此时画廊里的两人为了逼供已经开始动手，没想到对方竟也是斯克鲁人假扮的。塔罗斯为了证明自己136岁依旧强壮，死活不让尼克插手帮忙。可时间是不等人的，于是尼克验证了5步之内枪又快又准。另一边，希尔特工尾随被加雅察觉，结果显而易见，他并不是斯克鲁人的对手。但很快，塔罗斯接替希尔，在加雅马上要逃走的前一刻抓住了他。其实加雅是塔罗斯的女儿，是因为母亲的惨死，他才拥护格拉维克占领地球的计划。如今塔罗斯告诉女儿，其实他的母亲就是格拉维克所杀。加雅接受不了认敌为友的现实，马上离开了。即使不愿接受，事后他还是来见了父亲。他向塔罗斯说出明天恐怖事件的地点和脏弹的安放数量，并且他会事先在脏弹上做好标记。可广场上人群密集，对方又好像早看出他们的意图，只是一瞬间目标就消失不见了。就在尼克俯瞰全局寻找目标时，发现那晚的小女孩在直勾勾地盯着他。尼克跟随小女孩进入人群，期间对方不断变化身份，让尼克意识到对方也是斯克鲁人。这时其他两人已经截破了背包，哪曾想是空城计，背包里竟什么也没有。此刻小女孩也变回了格拉维克，尼克意识到被骗了，便要开枪，没想到格拉维克马上引爆了真的脏弹。顿时现场一片混乱，只能看着对方离开。同时希尔特工看到了尼克的召唤，等他过去时，尼克竟开枪打中了他。原来开枪的尼克是格拉维克幻化，想必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栽赃嫁祸。难道希尔特工彻底要退出漫威系列了呢？为此尼克被俄罗斯特工擒获，幸好这个特工是塔罗斯假扮的。没办法，名声在外的尼克弗瑞也学会了跑路。此时尼克非常疑惑，区几百个斯克鲁人怎么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便向塔罗斯询问缘由，可得到的答案却让他悔恨当初。原来尼克给他们画过重建家园的大饼，所以塔罗斯向宇宙发出过信号，将其他无家可归的斯克鲁人召集到了地球。这也意味着尼克将要面对大量斯克鲁大军。其实塔罗斯也是实在没办法，他只希望同胞能有个栖身之所，与人类共存。You've been here long enough to know that. We've been at war with each other since we could walk upright. There is not enough room or tolerance on this planet for another species.
露骨的言语彻底刺痛了塔罗斯的内心，他没再多说一个字，选择了离开。由于一系列的恐慌，全世界都认为美国想挑起第3次世界大战，所有国家的矛头都指向了尼克弗瑞。与此同时，幕后黑手格拉维克私下与各国政要见面。原来这些人早已被斯克鲁人替换，眼下人类的未来就牢牢攥在他们的手中。可如今的他们已经适应了穿鞋的奢华生活，不愿做回光脚的斯克鲁人。于是格拉维克征求了大家的意见，谁赞成谁反对。We'll submit. 最后这次会谈以成功告终，他们都心甘情愿地上了贼船。临走前，他给众人吃下一颗定心丸，哪怕是复联回来，他也有把握对付他。其实格拉维克并没有说谎，他在秘密进行着有关基因转换的实验，很快就能制造出堪比天神族的超级斯克鲁人。但实验的事却被加雅发现了，而此时的加雅早已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另一边，面对各国的施压，罗德上校拼命与尼克弗瑞划清界限，矢口否认尼克弗瑞是在为美国政府工作。会议刚结束，他就接到了尼克的邀约。尼克本以为罗德会顾及老朋友的情面，伸手拉他一把，可换来的不仅是对方无情的拒绝，甚至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罗德提出抹除尼克弗瑞在神盾局的职位。如今尼克也尝到被好友背叛的滋味，于是他袭击了罗德的安保，要挟放他离开，从而为自己找回最后的一点尊严。 I'm Nick Fury. Even when I'm out, I'm in. 之后，他回到久违的家里，看着自己的妻子，尼克略显陌生和猜忌，毕竟他离开地球多年。斯克鲁人又有着无孔不入的能力。无人时，他看着妻子的手机陷入沉思。尼克的内心在信任和怀疑间徘徊。反观俄罗斯的索尼娅，正在审问之前安放脏弹的斯克鲁人。其实索尼娅表里不一，看上去很和善，但剪断别人的手指，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看到对方的手指，他知道自己怀疑的方向是对的，于是他拿出了绝境病毒。毕竟160度的血温下，没有人能不说实话。如果真有，那就再来上一针。I can't, please. Gravik will kill me. Well, I'm terribly sorry, but if I don't get a name, Gravik won't get a chance to kill you. 间谍扛不住妥协了，不仅说出了老巢的位置，还说出格拉维克在进行基因改造的实验。话音刚落，外面就发生枪击。原来格拉维克带人冲进冷库来解救同伙，仅仅几秒钟就被训练有素的斯克鲁人全部解决。你说尴尬不尴尬？刚才间谍再坚持一下，是不是就安全了？听到枪声，索尼娅丝毫不慌，因为脚下有污水排水井。临走前还不忘幸灾乐祸地跟对方道别。得救后，间谍连忙说自己是出了名的嘴，我绝对没说你在做基因改造的事儿。而格拉维克只是看了看，就知道他在说谎，想必自己的计划已经暴露。接下来，格拉维克要控制英国皇家海军的高层，从而发动对联合国的空袭，为第3次世界大战再添上一把柴。但在行动前，他特意带上加雅去会见塔罗斯。中途接到一通电话，他提到了袭击联合国的计划和时间。看着格拉维克离去的背影，加雅将消息编辑成短信，保存在手机里。画廊内，格拉维克见到了塔罗斯，塔罗斯还是劝他不要做傻事，毕竟跟人类鱼死网破对谁都没有好处。可格拉维克却拿加雅说事儿，称随时可以要了塔罗斯女儿的小命。即便格拉维克的压迫感拉满，但塔罗斯依旧没怂，因为加雅是他现在唯一的亲人。格拉维克缓缓将手从餐刀下拔出，伤口竟在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看来他已经做了基因实验的小白鼠。刚出门，塔罗斯就被路人撞了一下，随后路人说他掉了手机还给他，塔罗斯马上心领神会，赶紧离开。这一幕恰好被格拉维克看到，但他没有去管塔罗斯，而是紧跟刚才的路人不放，却被辆白车挡住。可这片刻的停顿，目标就不见了，只有加雅在车里等着他。然而被美国政府视为弃子的尼克弗瑞走投无路，找到塔罗斯求助，承认他之前不该向塔罗斯乱发脾气，但塔罗斯觉得老朋友态度不够诚恳，必须让尼克承认他离开自己后一无是处。 'Cause I am useless without you. 塔罗斯说出加雅传递来的信息，尼克立刻给索尼娅打去电话，询问海军高层的成员名单。可此时的索尼娅已经发现，尼克曾在他雕像的眼睛安装过监听设备。堂堂军情6处的领导被他人监视，传出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不过为了大局考虑，索尼娅还是告诉了他们舰艇高官的地址。于是尼克和塔罗斯本想秘密进入，结果对方像事先有预料的，原来这里的安保早已被斯克鲁人替换。紧接着尼克听到耳机里塔罗斯说一切顺利，让他赶紧上楼。这样的小把戏又怎么能骗得了尼克弗瑞？ When you let my son go. This is not a negotiation, Bob. 被逼无奈，高官同意与尼克交换人质。就这样，尼克占据了主动权，可攻击联合国飞机的命令早已下达。舰艇上的人明知道会引发世界混乱，也执行，因为军令不得违抗。无论尼克如何逼迫，高官也不说出指令密码，甚至还出言侮辱塔罗斯的女儿。
塔罗斯开枪请他吃了盒饭，原来高官也被斯克鲁人替换了。于是塔罗斯立刻给女儿取得了联系。挂掉电话，塔罗斯就开始后悔，而加雅没有犹豫，打晕基地看门的守卫，潜入格拉维克储存替换者记忆的实验室，在高官本人的记忆中找到了终止发射指令。最后一刻，塔罗斯阻止了导弹发射，悬着的星也总算落了地。不过加雅却因此彻底暴露了身份。其实策划这次恐怖事件，就是想引出藏在组织里的内鬼。Were you a leader of Skrulls? Or a West End? 难道龙妈就这么早早的被踢出局了吗？下一秒，中弹的伤口呈现岩浆状，紧接着便起死回生的猛然坐起。原来在加雅逃离之前，凭借族人先进的技术读取了人类的记忆，成功为自己进行了基因改造。现在他和格拉维克拥有一样的能力。尼克·福瑞的妻子希拉接到神秘电话，然后在圣詹姆斯教堂等候秘密人接头。没想到来者竟是战争机器罗德，他替格拉维克传令，让希拉找机会杀死尼克·福瑞。很明显，尼克的妻子也是斯克鲁人，而这一切早已被尼克监听到。其实上次见面，尼克就觉得不对劲了。等希拉回来，发现尼克摘下了戒指，他明白是自己的身份被察觉，但尼克并没有马上动手，因为假希拉还欠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对方坦白了何时替换的尼克妻子。原来在尼克离开地球后，希拉就患病去世了。他是在征求了本人的同意才开始假扮的，并答应了希拉的3个要求，其中最后一条便是不能伤害尼克·福瑞。其实假希拉就是想体会被爱的感觉。不可能这么巧吧？都偏离了目标，想必是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两人都释怀了。就这样，罗德被斯克鲁人替换的事也不是什么秘密了。罗德从浴室出来，却被尼克的不请自来感到些许惊慌。尼克下了血本，5000美金的美酒收送就送，只希望罗德能帮自己重回神盾局，否则全世界都会知道他是斯克鲁人的身份。不过假罗德根本不在乎他的威胁，当初就是尼克将斯克鲁人藏匿到地球的。另外，谁又会相信杀了希尔的叛徒呢？就这样，尼克事儿没办成，还搭上了瓶好酒。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其实酒中掺有液态跟踪器。接下来大战一触即发。之前格拉维克在俄罗斯制造恐慌嫁祸给美国，如今又通过贾罗德暗吞了消息，袭击总统出行的车队，从而彻底激化美俄之间的矛盾。可怜总统被炸成4脚朝天的王八，演戏嘛，自然要演全套。为了逼真，斯克鲁人特意用俄语交流，而贾罗德却在车里稳如泰山。听到枪声，尼克和塔罗斯迅速一炮便干掉了直升机，没了天空支援，再加上尼克的加入，局势很快就得到了逆转。随后格拉维克也加快了进攻速度，伸出树藤的触手秒杀小卡拉咪。但此时总统的援军已经赶来，于是尼克带人向总统的车靠近，塔罗斯利用自身优势砸着车玻璃，格拉维克命人马上阻止，结果塔罗斯中枪，逐渐变回了斯克鲁人。好在总统被成功营救，尼克刚将总统抱上自己的车，转身就察觉到了不对劲，普通士兵竟会扶着显露出真身的塔罗斯吗？原来士兵竟是格拉维克假扮的。气急败坏的他一刀扎在塔罗斯的心脏，愤怒驱使着尼克冲着格拉维克连开数枪。结果却没给对方造成任何伤害，这可是尼克万万没有想到的。为了顾全大局，救治总统，只能看着格拉维克骑着心爱的小摩托离开，甚至好友没了呼吸，尼克也不敢耽搁片刻，因为眼下把总统交给谁他都不放心。虽然不知道总统是否还清醒，但尼克·福瑞还是在他的耳边小声提醒，千万不要再相信罗德上校，眼下不知道谁还是可信之人。于是尼克寸步不离地坐在手术室门前。反观斯克鲁人这边，因为刺杀行动的失败，开始人人自危，他们把这一切的责任都怪在了策划者格拉维克的头上。面对同类的质疑，格拉维克也马上做出合理的解释。大家看着自己推举出来的首领残暴不仁，斯克鲁人觉得大号已经是废了，不如换个小号继续练。趁格拉维克没有防备，几人一拥而上，准备彻底删除大号，以免后患无穷。可他们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对方。被判令格拉维克发跑，为了杀鸡儆猴，他当着众人的面处决了最后一个幸存者。与此同时，军情六处的索尼娅向上司汇报工作，靠近后却拿枪指着对方的头。他一直调查隐藏在政府高层的斯克鲁人，看着假上司的身份被揭穿，赶来的安保马上明白了索尼娅的用意。看来斯克鲁人的伪装也并不是没有破绽的，可此时才发现早已为时已晚。贾罗德赶到医院准备面见总统，正好被尼克·福瑞拦截，但在来之前，罗德已经把尼克枪杀希尔的视频公之于众。
也就是说，现在该逃的人是尼克·福瑞。即使尼克心中有万马在奔腾，可如今他百口莫辩，也只能选择离开。通过贾罗德的一番挑唆，总统愤怒的火焰瞬间被点，这也意味着第3次世界大战即将要开启。We have to cut this thing off the head. And now. 痛失父亲的加雅找到希拉，希望他能帮助自己安葬塔罗斯，结果他们却遭到人类的偷袭。想必这些人是贾罗德派来灭口，因为希拉并没有听从命令杀了尼克·福瑞，但他们没想到希拉会和加雅待在一起。身为同类又都是女性，她们仿佛心有灵犀，彼此的动作和意图都能完美的契合，默契程度令人惊叹。每一个动作都像是经过精心排练的一样，形成了一个无坚不摧的攻击体系。等待时机的尼克接到格拉维克的电话，对方要求尼克交出复仇者成员的 DNA 样本，否则地球将不复存在。紧接着，一位俄罗斯老头接受海关安检，其实老头就是尼克·福瑞，而他用的易容面纱高达10亿美金。$1 bill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all the widow's veil can cloak is your face. 美国队长2中，瓦解就是用他潜入的神盾局高层。漫威不光拍戏烧钱，就连剧中涉及到的道具都比较昂贵。路上，索尼娅询问尼克为什么不召集复仇者回来平事，尼克却说只是私人恩怨，不能什么事都去麻烦他们。因为当初斯克鲁人是吃了他画的大才来到的地球，并且事情的起因也是因为他事先收集的 DNA 样本，所以这次入侵的本质尼克也有责任。取回样本，尼克换上祖传的大衣和眼罩，这意味着结局的大战即将开始。如今他愿意交出复仇者的 DNA 样本，希望斯克鲁人变强后去抢夺其他的星球，给人类留一条生路。格拉维克先是验证了样本的真假，然后马上启动了仪器，将22种不同的超能力融于一身。可他忘了尼克也在仪器的照射范围内。基因改良的格拉维克变得强壮，随手就要拿尼克练手，哪曾想尼克竟能硬生生的接下他的全力一击。疑惑的小眼神暴露了格拉维克的想法，明明仪器对人类是无效的，尼克·福瑞又为什么会变强呢？原来负责来交货的尼克是加雅假扮的，就是想拖住斯克鲁人的侵略，为尼克·福瑞营救总统争取更多的时间。此刻的总统还不知道罗德是斯克鲁人，怕尼克说出真相，罗德突然夺枪灭口。幸亏尼克反应敏捷，直接开枪送罗德去吃了盒饭。看着罗德变回了斯克鲁人，总统也立刻明白了一切。至此，人类被团灭的浩劫暂时告一段落。同时，加雅与格拉维克的大战也将开启。首先，加雅一只手是惊奇队长，另一只手是德拉克斯。格拉维克的身体一半是树人格鲁特，而另一半竟幻化成了憎恶。随后，格拉维克抬起汽车砸了过来。加雅为了躲避攻击，使用了幽灵的虚化能力。随后，格拉维克又变出石头人寇格的手臂，加雅便用冰霜巨人族的冰刃迎战。于是，两人展开技多不压身的对决。被钉在集装箱上的格拉维克马上改用了乌木猴的超能力，加雅没有防备，被打得节节败退。然后格拉维克的一条腿又变成绿巨人，将加雅踹飞。等加雅爬起后，一只手幻化出黑矮星的手臂，另一只手依旧是惊奇队长，而格拉维克幻化出了灭霸的手臂。两人飞到空中继续缠斗，急速坠落是加雅用螳螂女的技能将格拉维克短暂的催眠。落地后，加雅将力量直拉满，仅仅一个冲锋就将格拉维克打穿，彻底终结了这场种族危机。之后，加雅释放出被冒充角色的人类，其中自然也有真的罗德上校。而当时罗德的衣服与美队3中因下半身瘫痪接受检查的衣服相同。难道从2016年后，罗德都是斯克鲁人冒充的吗？莫非与钢铁侠告别的人也是斯克鲁人？可在2019年的复联4中，灭霸炸毁了复联基地，罗德在废墟中艰难的爬行，当时他头上的血液可还是鲜红色的，而斯克鲁人的血迹是深紫色，所以罗德在美队3中被调包的条件不成立。至于罗德到底是什么时候被调包的，希望有忠诚的漫威迷们不吝赐教。结尾时，总统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追杀地球上所有的斯克鲁人。军情六处的索尼娅找到加雅寻求合作，原来他私下谋划着更可怕的阴谋。好消息是克里人准备与斯克鲁人停战，他们再也不用苟活在地球上。